国际消息来关心海地武装帮派，车衫的时阵攻击首都太子港的一间监狱。这间监狱原底是关押4000个犯人，即嘛是走甲剩无100个人。目前知影是已经造成5个人死亡啊。 一个查某人面向涂骹，双手凹的脚趾边啊被绑掉的，另外一个已经死亡。因为民众看到拢无要无紧，伫太子港国家监狱外口的大路顶有真侪尸体，并且有真侪枪支孔，监狱被大门开开，无人伫咧守。帮派伫暗时突击监狱，10几位伫咧2021年7月暗杀前总统摩伊士被关伫咧监狱的高路边啊退役军人，叫黑帮撩命，也毋过无逃走。 Muchos disparos, estábamos temerosos por nuestras vidas. Nosotros los colombianos no debemos nada, nos quedamos en nuestras celdas. 丢枪的犯人听讲倒伫咧涂骹，也有真侪人受伤，拢无人通斗相共。 Même qu'on est qu'à 19 à tout. N'a déplacé ou bien n'a fait là? Par contre, commissaire connaît, ça va faire appel commissaire. 林权律师瑞米伫咧社群媒体讲，本来监狱内面差不多关4000位犯人，不过即马只敢剩无到100人。 黑帮这边的行动是希望这么人伫咧国外，希望国际斗相共嘅肯亚总理亨利爱下台。亨利是希望联合国授权由东非国家领导的安全任务，会当赶紧执行。这项任务目前是和肯亚司法当局积极违宪而停来。当被问到回国了是毋是感觉安全，亨利并无讲。 海地黑帮唱秋已经唔是新闻，不过这份无到半个月，因的暴力目标是愈来愈大，像中央银行、海地国际机场、美国大使馆，顶礼拜就有几多位警察伫咧执勤时阵死亡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。